春天係萬物復甦嘅季節，但亦係氣候多變嘅時候。你有冇覺得春天容易頭痛、皮膚痕癢、關節痛，甚至經常感冒呢？今日我哋將結合中西醫嘅方法，教你點樣通過飲食、穴位按摩同生活習慣，喺春天提升免疫力，遠離疾病困擾。台灣中醫師胡乃文表示，人生病同6種邪氣有關，包括風、寒、暑、濕、燥、火，其中風邪係百病之長，可以話係疾病界嘅大頭大佬，能夠引發最多疾病，無論春夏秋冬都會出現，尤其喺春季更加活躍。風邪同寒邪結合，會導致感冒、頭痛或者係頸僵硬，令人覺得好似被凍住咗一樣。風邪同濕邪結合，可能引起關節腫痛、行動困難，特別係有類風濕性關節炎嘅患者，症狀會更加明顯。風邪同燥邪結合，會導致皮膚乾癢，嚴重嘅時候甚至會令人拗破皮膚。風邪同熱邪結合，可能引發頭痛、發燒、煩躁，甚至嚴重嘅時候會導致中風。春天氣候多變，一吹到冷風就容易被風邪入侵，導致感冒頭痛，特別係電單車手、外賣員等經常喺戶外活動嘅人要尤其小心。預防頭痛嘅最佳方法係保持頸溫暖，例如戴頸巾，避免冷風直接吹到。呢種風寒型頭痛通常從後頸、後腦開始發作，伴隨眼睛脹痛，令人難以專心工作。對付呢類頭痛，其實唔使錢買藥㗎，只係用大拇指按壓左右2個風池穴同風府穴，呢啲穴位位於後腦發際線上方凹陷處，每日按摩1至3分鐘就能有效緩解頭痛。春天嘅邪風經常同熱邪一齊作怪，令皮膚容易出現紅疹或風團塊，熱嘅時候仲更加痕癢。胡乃文推薦飲綠豆甘草湯，解毒效果極佳。根據食療草本記載，綠豆能調和五臟，安定精神，令全身嘅經絡暢通。而且要注意食綠豆要連綠豆皮一齊食，先至有藥用效果。現代研究亦發現，綠豆富含蛋白質及抗氧化嘅黃酮類化合物，具有解毒作用。甘草則能同其他藥材調和，增強療法。綠豆甘草湯材料包括綠豆300克、生甘草15克、水1000毫升。做法係將綠豆洗乾淨之後放入煲入邊，加入水1000毫升，浸泡1個鐘頭，再放入生甘草，煮滾之後改用細火煮15分鐘，熄火焗佢5分鐘。如果你中意食甜嘅，放適量砂糖攪拌均勻就可以飲啦。唔加糖直接飲亦係可以㗎。要注意嘅係，身體虛寒、消化不良、腹瀉嘅人不適宜食太多綠豆或飲太多綠豆湯。唔少人一到春天嘅下雨天，關節就會僵硬疼痛，呢個其實係風邪作怪。中醫認為風、寒、濕呢3種因素都可能導致關節、骨骼、肌肉疼痛，通稱為痹症。胡乃文推薦台灣傳統小食四神湯，能去風除濕，改善關節僵硬。四神湯做法如下：材料有慈實60克、淮山30克、蓮子60克、茯苓25克、薏仁30克、水1500毫升。做法喺煲入邊加入1500毫升水，將食材洗乾淨，倒入鍋中，開大火煮滾之後，細火煮40分鐘就可以啦。四神湯可以加少少肉一齊煮，味道更好。台灣人習慣加豬腸或者係豬肚，亦可以加入排骨、雞肉。素食者可以加入蘑菇，變化唔同口味。四神湯具有去濕嘅功效，亦能夠改善腸胃問題，例如容易腹瀉或脹氣嘅人，飲四神湯都有幫助。但需要注意，孕婦不宜食用，
因為二人中嘅二人醇可能引發流產。此外，類風濕性關節炎患者應該避免食用魚皮、內臟、草菇、蘆筍及濃肉湯，呢啲食物可能會加重發炎反應。古籍記載，春傷於風，夏必宣泄，意思係指春天若受風寒影響，到咗夏天腸胃就容易出問題啦。胡乃文建議春天要多啲食3種食物。第一，菠菜。中醫認為夏天係養護肝臟嘅季節，菠菜保養肝臟，具有活血補血、潤燥止渴、保護眼睛、延緩衰老嘅作用。第二，黃豆芽。黃豆芽被稱為春天嘅排毒神器，能清熱解毒、利尿排濕，幫助改善春季過敏嘅皮膚痕癢。有研究發現，發芽4日嘅黃豆抗發炎活性勝肽係未發芽嘅6倍。第三，杞子係補肝腎嘅最佳良藥，既可以泡茶飲用，做零食效果亦好好。每日食少少，仲有助於保護眼睛，令氣色變好。此外，杞子當中嘅成分玉米黃素2中鋁酸酯有補肝、抗纖維化、抗氧化及抗發炎等作用。從冬天到春天，季節性流感仲未過去 ，Covid 等傳染病仍然猖獗。紐約北方醫學中心行政總裁楊景端提醒，喺流感季節亦要警惕呼吸道合胞病毒、Covid-19 病毒等併發感染，特別係老年人同慢性疾病患者，尤其要警惕病毒性肺炎風險。流感嘅併發症不容輕視。2024年《自然》雜誌旗下科學報告發表咗一項研究，發現流感可以引發呼吸衰竭，尤其係老年人發生呼吸衰竭嘅風險係其他年齡段嘅8.9倍，一定要小心。感染流感之後，不單只會導致呼吸系統問題，仲可能引發心肌梗塞同心臟衰竭。新英格蘭醫學雜誌2024年刊登嘅一項荷蘭研究顯示，感染流感後嘅1個星期內，發生急性心肌梗塞嘅風險增至6倍。喺從未因冠心病住院嘅患者中，風險更係飆升至16.6倍。對於免疫力不足嘅人士，楊景端亦建議服用營養補充劑。以下5種補充劑有助增強免疫力，加速恢復。維他命 D 能增強免疫反應，通常建議嘅劑量為每日2000至5000國際單位。鋅能支持免疫細胞功能，建議每日攝取30至50毫克。維他命 C 係強效抗氧化劑，每日可以攝入1000至2000毫克。Omega-3 脂肪酸可以減少炎症反應，可以通過富含 Omega-3 嘅食物，例如魚類、亞麻籽或者魚油補充劑獲取。N 乙酰半胱氨酸簡稱 NAC 有助於解毒並支持呼吸道健康，每日可攝取1200毫克。楊景端亦建議通過中醫養生嚟增強身體嘅抗病能力，例如服用增強免疫力嘅中藥，如黃芪、黨參以及玉屏風散。玉屏風散由黃芪、防風、白術3種藥材組成，可以喺流感高峰期作為預防性用藥。研究證實，玉屏風散可以增強免疫細胞功能，促進抗體生成，並且能抑制流感引起嘅發炎。楊景端亦提醒，喺服用中藥之前，必須諮詢專業中醫師。由於每個人嘅體質唔同，中藥嘅選擇同劑量需要根據個人情況嚟調整。台灣翰林中醫診所院長、中醫博士陳文容表示，呼吸道經常出現問題嘅人，經常咳嗽、流鼻水、鼻塞或喉嚨有痰，因為黏膜長期處於發炎狀態，就會令病毒、細菌更容易入侵。呢類人要盡早調理身體，增強免疫力。佢亦建議經常戴頸巾，保持頸部溫暖，咁就唔容易咳嗽感冒啦。佢繼續話，
容易感染流感嘅高危人群屬於抵抗力較弱嘅人，平時要注重飲食均衡營養，少食寒涼嘅食物，保護脾胃，先至能增強免疫力。同時要確保有充足良好嘅睡眠，避免熬夜，以免體內慢性發炎。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啦，祝大家春季健康，充滿活力。如果你有任何諗法，歡迎喺下方留言話俾我哋聽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獲得更多健康小知識。我哋下次再見。